小五啊，你能留下来陪爸爸吃饭，爸爸真的很高兴。这10年来，爸爸今天要跟你说一声抱歉，对不起你跟你妈妈，没有陪伴着你成长，没有像别的父亲一样跟你分享事业上的困顿，情感上的忐忑。我想，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无法弥补的缺憾。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吗？对，是没什么意义。我承认，我不是一个好父亲、好丈夫。你可以怨我，也可以这一辈子都不叫我爸爸，但是你一定要答应我，你要过得幸福、快乐。不说了，来，陪爸喝一杯。你是不是最近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没事没事，你回来了，爸高兴啊！来，多吃点。小郑，你跟我过来一下，我跟你有话说。切总，你怎么了？不要吵，不要吵，回头手里把药给我。没事没事，我安静一会儿就好了。你下去，不要让小王觉得不对。快下去，快下去。没事，把门关上。你怎么在里面？这是我妈妈的房间，我干什么你管不着。
秦珊珊让你来找我的吧？你爸让我去书房给他拿点东西。